頂個月，台北市議會佫有為議員成立台語復振連線，希望市政府會當成立台語專職單位。最近新北市議會也話講要成立台語復振聯盟，有愈來愈儕民意代表站出來為台語出聲。尤其是這基隆市北頭鎮要設台語文化推動委員會，打算在7月內要召開第1屆委員會。就基隆社區大廈公司呼籲市政府，希望未來復振台語也要注重腔口差的教學和傳承。為着台語復振會當有更較周延的政策規劃，這幾年台語團體積極呼籲中央甲地方設立台語復振的專職單位。在台灣頭的基隆市北頭鎮要設台語文化推動委員會，5月拄公告設置要點，嘛打算7月會召開頭1屆的委員會。頭先提案倡議設立委員會的議員張浩涵表示，希望透過外部的民團甲專家加入，會當讓台語復振的工作愈順遂。外部的委員比你平常時啊，尤其你社會各個面向內底是長期咧做台語這個文化的復振的這個工作，甲市政府過去咱各做比較沒有效率的宣傳方式，或者是較沒有效率的推動方式來進行調整。根據公告，委員會屬佇市府下底，由市長兼調職人，打算要來整合基隆市台語文化業務成效檢討甲推動工作，要提過本土語言傑出貢獻獎的基隆社區大廈公司林金城是提醒講，就以30外檔採集小寶歌受濟腔口語料的經驗，真濟人受到優勢腔甲媒體的影響，腔口差漸漸消失。嘛希望地方在復振台語也要注重腔口差的教學甲傳承。咱台語的教材愛甲即寡較弱勢即寡腔口的迄寡發音你上無愛列做迄個方言差。阮則講，詞較過，普通腔是較過啊。其他講，我迄個教材內底攏無台語，敢若聽到一種爾，你哪有啥物趣味咧？人才攏傳遍遍啦，就是講，因為除了本身有真好的老師會當推廣這個本土的語言之外我嘛訓練真濟學生即馬真濟嘛攏已經變做是師資級的。基隆社區大廈在地已經服務25年，校方表示，學校的台語文化社甲帶來累積真濟人才甲資源，會當成做未來的助力。嘛期待台語文化推動委員會的成立，通予台語在台灣頭探曙光。記者盧尚如、鄭俊佑基隆報道。